11月9號冠軍錦標2000米，費明頓馬場啊！預備。一開閘嘅時候啊，港邊小區係暫時最慢嗰匹嚟嘅，前邊最快彈出嚟咧，見到係勝算公爵噶，入邊嗰匹係好架勢，亦都唔慢啦，出邊係實料咁快咧，最出邊就係隻余冠軍，大愛蘭位置啦，打破常識啊，守翻住個第5、6位度咧，精緻之道啊，拍住出邊咧，咁啊仲有匹未來歷史嚟嘅，尾4位置內欄係愛天仙，尾3藍衫嗰匹係土著保住，尾二黃衫咧就不戰而勝，暫時殿後白帽嗰隻就係港邊小區嚟噶，前邊領先緊喎，仲係隻打破常識啊，佔先個半身位，守住個第2位咧，勝算公爵，外邊走咗上嚟，未來歷史嘅第3噶，中間守住個第4余冠軍啦，實料咁快啦，然之後內欄係好架勢，一個馬位後邊啊，精緻之道啊，走住個2碟3位嚟噶，內欄方面仲有隻愛天仙啦，不戰而勝啊，暫時喺尾3位置度啊，拍住藍衫嗰隻土著保住啊，殿後嗰匹依然都係隻港邊小區，睇下點樣追咯噃，距離前馬都幾遠噶，差唔多成10個馬位開外噶，前邊帶緊頭打破常識，佔先1個身位，守住第2位咧就勝算公爵，出邊第3未來歷史黃衫白帽余冠軍，後邊藍色衫格仔袖嗰匹咧就係實料咁快啊，然後內欄位置好架勢啦，6衫白帽啊精緻之道啊，喺晒後邊4匹馬依然都係愛天仙啦，不戰而勝啦，港邊小區同埋隻土著保住，咁啊睇下點樣追法啦，彎位都差唔多轉完啦，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啦，前邊呢依然都係打破常識嘅佔先1個身位，勝算公爵嘅第2噶。未來歷史係第3啦，開始要騎啦嚇，實料咁快，入邊方面咧都唔係好多噶咯，嗰匹余冠軍啊，出邊上緊嚟啦，精緻之道啦，同埋嗰隻不戰而勝，大愛蘭位置啊，土著保住，港邊小區喺邊呢？暫時喺中內檔咧等緊位嘅，入到嚟最後200零啦，前邊係精緻之道，邊都唔使點開咧，已經係突圍而出，上緊嚟咧就係隻愛天仙啊，中間位置睇下港邊小區點追啦，咁啊出邊位置再執不戰而勝，接近終點，精緻之道贏出今場嘅賽事，愛天仙就跑過第2、第3名不戰而勝。未來歷史第4，港邊小區跑過第6啊！